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农业部长陈吉仲针对进口两个风炮回实地，另外伫咧新北市有查到一间加工厂甲进口甲国产的两只蓝做伙咧卖。昨伫咧新北基隆甲宜兰地区有收到2摆地动的国家警报，不过拢无感觉。气象署讲，这是因为震央超过监测的范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伫咧联合国大会场边会谈，讲美中的关系引起各界关注。来看进口鸡卵的争议愈闹愈大，农业部长陈吉仲今仔日强调，所有的抹黑拢毋是事实。不过嘛，针对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向社会大众来回实咧，伊嘛强调，进口鸡卵是对消费者、对农民拢是有利的政策。这样的攻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纷扰，我愿意为这样的纷扰来道歉。对昨晚进口鸡卵的代志引起真侪争议，向社会大众道歉。进口鸡卵案件也未煞，农业部长陈吉仲请辞被慰留。伊19伫咧立法期向民进党立法期党团进行行政立法协调汇报。面对着媒体问题，陈吉仲强调，一寡批评拢毋是事实。针对所有的鸡蛋的专案进口政策是正确的，效益是高于成本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许多的抹黑、造谣，甚至许多的不实的攻击，造成农业部同仁的这一个压力。对外界真侪质疑，陈吉仲强调，这边专案进口鸡卵是要让消费者、农民拢受好处的政策。上辛苦的就是农业部加特产会被执行，因那农业部加食药署自19开始要连续3天联合稽查巴西鸡卵的路向。这一个食安的这个相关的稽查，我们把所有到期的5400多万颗扣掉，已经做相关的堆回循环再利用的这一些的所有到期的蛋。在全台湾各个县市的各个冷链物流仓库，都已经有对外说明。陈吉仲强调，行政院长陈建仁要求其就专案进口鸡卵的案件向社会大众报告清楚，所落来加政策执行的成果效益，一个需要检讨的部分，伫21个行政议会提出报告。也强调气流的问题，伊绝对袂回避。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昨伫新庄一间两只加工厂查到，因为进口3批鸡卵，佮甲国产的2只蓝做伙，已经卖出去超过2万公斤啊！涉嫌无照实挑产地，相当会当甲因罚到2亿。福商盛液蛋加工厂曾经向中央畜产会购买了3批进口的蛋品，那产地分别是土耳其、巴西以及美国，跟台湾的国产蛋混合制成未杀菌液蛋，总共2万多公斤，以产地为台湾标示出货给食品业者，已经涉嫌假冒，开罚新台币6万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行政院指示，对今仔日开始展开连续3天的联合稽查，提供各县市鸡卵流向的资讯。不过，台北市、新北市甲云林县等等，拢讲因无收到资料。新北市卫生局表示，因已经先将昨查到的无照实挑鸡卵产地案件移送检调侦办。再来看中秋节要到啊，新北市最近针对超市大卖场内底一寡烘肉的用到食材来抽验，其中葱啊、菇啊有验到农药残留，嘛有一寡虾仁红验到无合格，拢总爱回收，佮爱依照食安法来甲因开罚单。中秋节假期就要到啊，真侪人拢打算请亲戚朋友做阵来烘肉。新北市卫生局最近就针对合区内超市大卖场等店进行稽查，并且抽验中秋应景的食品。
结果发现114件产品内面有3件无合格，包括航拍用的材料、葱仔、秀珍菇加白虾仁，已经要求业者下架回收，并且依照违反食安法来处罚。要求他下架以外，同时已请所在地的卫生局继续去追查他后续的一些来源。卫生局表示，葱仔被验出砂糖剂赛佛灭0.17 ppm， 依法是未当验出；秀珍菇被验出砂糖剂氨氮0.08 ppm， 另外一件水产品白虾仁是验出动物营养磷和霉素0.002 ppm， 依法是不应该验出。秀珍菇有看到氨氮的残留，那氨氮它是种氨基甲酸的杀虫剂，以学理来说，它是高毒性，而且在动物实验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卫生局希望民众在咧买蔬菜水果时阵，爱用信用较好的店，在食之前爱用流动的水洗好清气、下皮，才当避免去食到弄胶、污染到龟子肉，来确保食用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访问美国，有去布鲁金斯研究院发表演说，又讲到合作对外甲降低风险的战略。侯友宜嘛有去拜会美国在台协会总部。若是讲到针对中共派上80军机来侵扰台湾的代志，侯友宜是呼吁中国唔通互台湾人对印度捣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美国时间18日到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来发表演讲，提出着3D 战略，合作对外降低风险。做伙开会 ，AID 前主席普瑞泽、华府智库学者葛莱伊对会议内容拢无加讲，只强调已经理解侯友宜对两岸关系也有美台关系的看法。I think that Mayor Ho heard very clearly what th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of people on the American side were. I think he really conveyed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that Taiwan poses and the work that has to be done not only by Taiwan but als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ogether. 会议中敢有讲到9二共识，普瑞泽只表示无法度来讲到细节。侯友宜嘛拜会美国在台协会总部。AIT 主席罗森伯格亲身来接侯友宜，两个人会谈，而且互相送礼物。侯友宜送关公的帽仔，罗森伯格送蜂蜜，也有水果酱。另外，侯友宜嘛去国会山庄，甲共和党的众议员塞申斯、贾西亚，也有塞尔夫，针对着台美关系、国防两岸问题来做讨论。我不会有意识形态，国家只有一个，从以前到现在。我的过程就是用生命守护中华民国，守护台湾。真侪摆表态要强化国防军备来合作中国动武，不过中国军机一天了台103架次创下新高。侯友宜直接向北京发话：中国大陆对这种军机扰台的事件要停止，因为这只会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对两岸的和平没有注意。侯友宜伫美国时间明仔载19日，嘛是要来继续拜会到智库，也有美国的国会议员，要来加强伊对美中台三方关系论述。以上是记者欧阳俊龙祥伫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总统选战，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独立参选，原地按算今仔日要展开联署，不过因为要做治安甲维安的演练，又搁延后一天，20才要正式开始。那民众党的郭文哲又搁紧伫咧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发表伊的 AI 歌曲，共款互台北市府甲退回。民众排队等要联署，算是了空抓。工作人员准备凉的，或者会人小休一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竞争2024总统大选要拼联署，希望达到29万人的条件。伫台北东区的联署总站，原本19就要正式运作。不过，郭台铭办公室临时宣布，考虑治安甲维安的因素，延后一天，20才开放。互透早就赶来的民众，大概是怎样的人气？最起码也开放一个小区，让大家能够坐着休息一下。毕竟那个老阿伯啊，他们几位这个来支持的人员，让他们这样哭等也是比较不好的。我们今天一整天要在做治安跟维安的演练，以确保最高规格的严谨保护民众的个资，不能有金钱对价，不能有不正利益，
不能够有伪造个资的情形。要落实资安防护，互较周至。郭台铭办公室表示，郭台铭要拍一场有所准备的战争。全台湾人数20起股，头一批人数站以6都为主，扩大到全台湾22个县市，可能会加入机动联署车。另外，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对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真有兴趣，进前想要办演唱会去用拒绝，即嘛要办 AI 歌曲发表会。19上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卡夫卡餐厅，搁一届去互台北市府文化局拒绝。第一时间反应是又来了，对，因为他们有说他们可能误会了，他们以为说餐厅不算，所有跟北流有关的场馆，包括餐饮那场所，都不应该跟政治活动挂上关系或违反法令。餐厅老板是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商业的租赁行为，可能还是不被允许，因为牵涉到政治。那我们一知道之后呢，我也立刻打电话给这个蔡局长，他们看了合约的内容，的确是如此的。那当然我们就从善如流，任何的规定我们都必须要遵守。蔡世平强调讲，郭文哲想要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发表竞选歌曲，违反契约。强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袂当有任何政党甲竞选的活动。针对这点，陈志涵回应讲，尊重文化局审核的结果，会另外找场地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2023美国上期日的活动今仔日起过，贸易协会董事长黄志峰表示，咱台湾占半导体优势，是全球袂当欠缺的角色。针对最近台积电的美国厂设立无顺利，黄志峰认为这是去海外投资正正常的过程。台美合作关系指标性活动2023美国上期日再起进行。即便美国有18间上市公司来洽谈采买，包括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罗卡西奥、亚利桑那州的州长霍布斯、新墨西哥州的州长格里向等代表拢来访。无协的董事长黄志峰表示，在全球供应链定做 AI 大数据的潮流下，台湾伫咧半导体有的优势是袂用欠的角色。透过美国上期日会当进一步深化台美伙伴关系，做回强化经济合作的目标。那我们安排了这18家的美商呢，跟国内208家的企业来进行采购洽谈。我们预期呢，今年所进行的这个商机洽谈跟采购呢，会超越往年的水准。黄志峰表示，在2022年，美国是咱国第2大贸易伙伴，咱国是美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关系正紧密。今年1月到7月，咱国对美国出口993.4亿美金。相信在全世界通膨愈来愈缓解，终端市场的需求恢复正常了，透过积极布局供应链，将会是双方拓展商机的重要机会。只是在最近台积电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拄到台美文化差异的挑战。对此，黄志峰认为，在咧海外投资的时阵，经历在地化过程中拄到磨合的问题，拢是正正常的。刘德英董事长在前几天的说明会上也公开讲嘛，他说这个他们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对美台双边的产业合作要有更多的信心。And we're continu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skilled workforce that's needed, both on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ide, but also the construction side,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hese investments. 黄志峰强调，以后台美之间双方的投资会正快，除了半导体、制造业、服务业以外，也个包括自动五 G 加电动车。正如中华电信已经开始在美国积极布局，甚至已经设子公司，希望一当支援在地企业。所以以后去美国投资的企业，绝对唔那是半导体，效益会扩展到其他的多元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昨暗伫咧新北、基隆甲宜兰地区的民众，拢有收到2摆地动的国家警报，不过大部分的人拢无感觉到地动，实在真奇怪。气象署就表示，这是因为这摆的地动发生伫咧东北边的外海，超过监测的范围才会安尼。因会搁甲附近的国家来合作，改善地动测报。18暗9点21分，在新北市归人地区甲宜兰地区部分的民众手机会一直响，连续跳出2遍国家级的警报，通知讲在东北角地区发生强烈的有感地动，叫大家赶紧找所在避。没有感觉，但是发了2次。被吓到？是还好，就想说，为什么手机震了？可是没有感受到地震。很纳闷，怎么明明就没有事，怎么还会发出那个警报？会有点担心。
恐慌啊！伫随后气象署所发布的地动报告内面，讲这是一件震央伫咧台湾东北外海规模6.8地动，严过国家警报过境的区域新北、贵人根本就无震度。全台湾有感的9个县市上大震度也拢只敢一级别尔。中央气象署地动测报中心解释讲，这件地动是远震，已经伫咧咱国的感测网以外，造成准确度下降。第一边有景的地点，瓦郡贵人外海规模5.1，昨来震央一直向外修正，但是一直到第4波规模6.3，拢达到过境的标准，所以伫咧第一时间发出国家的警报，自动的去抓取资料，然后就直接判断要不要发布国家级警报，那这样才能够抢到我们地震预警的时效。那为了要做这个时效，我们势必要牺牲一些精确度的这边的问题，不能就是一味的，就是说真的压缩到时间很短的时候，事实上你的误差就一定是增大，那误报率就会增大。那这个误报率增大的话，就是也不能太长了。地质专家分析，因为设备的关系，东北甲外海确实是较困难的测报区域，但是准确度袂用差伤多，若无就失去国家警报的意义。气象署是回应讲，将会努力甲附近的国家出力合作，透过跨国的地动测报设备，收集国家完整的震谱，来进行地动的测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警方临检查到一位翁仔某，查到一对翁仔某，才发现到53岁印尼一个太太对30外当前摕观光签证来台湾结婚了后，所拢无去办规划无合法的居留权。目前这位太太是已经被移民署的人甲带走啊，因厝内人嘛赶紧咧甲伊补办居留证，希望卖互遣返。警车驶到派出所落车的外籍妇人行入去内底，今年53岁，李姓女子就爱甲结婚30档的翁婿，还已经有新的查某囝分开，有可能面临着遣返，因为伊30几档前摕观光签证来到台湾逾期停留，期间熟识住伫咧6居的翁婿，两个人结婚生囡仔，所拢无签证也无规划。该女子为印尼籍在台，已役33年居留。全案依入出国及应法依请移民署高雄专勤队侦办。即摆查个公布居留权，户口才有入户口，我的身份证才有太太的名，是安尼无身份证，这我就无了解啊，是毋是安尼讲？你即摆甲掠去，我要送出去，我来这住30几年啊。太太非法居留，翁婿唔敢相信，因为身份证馆顶明明都有太太的名，两个人嘛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成功。查证当地户政事务所发现是太太减做规划的定数，马疏忽，爱到移民署来申请的居留签证，互家己有合法居留的权益。大概结婚满3年之后，那个就来户政申请那个要申请规划的国籍的程序，这样啊，但是这当中。申请之前他如果他居留证有过期要定期跟移民署去换有效期限的。提出相片，翁婿讲两个人结婚30几档，唔知影太太这几年拢是幽灵人口，厝的人嘛要赶紧来补办着规划国籍的定数，就惊太太就爱互遣返。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高雄有一个查甫人食酒骑奥多摆，看到警察个心虚，赶紧甲车停伫咧路边，引起警方的注意，抓着伊酒测超标。另外，伫咧台北嘛有一个查甫人，车驶甲破链，直接停伫咧路中央。警方到场发现到伊醉驾唔知人，抽血验酒精的浓度有到2.71%，而且伊嘛有真侪摆食酒赛车记录。有啉酒吗？无啦，我上班啉酒。警车对后壁经过，骑倒摆人随停喺路边，等到互警方来关心发生什么代志。喝完很久了，很久是多久？下午喝的。一直用水落嘴，酒测器也是一直响。52岁姓的查甫人，17暗11点多，伫咧高雄市凤山的凤上路，被抓到啉酒了后骑奥多摆。我等下带你去床边抽血哦。好，甲款啉酒规只，抑个有酒味，讲话袂输敢若嘴内含一粒卤卵，讲甲袂清袂楚，听无咧讲啥。消人员做伙甲伊送病院，经过抽血检验了后。酒精浓度换算做呼吸器的数值是到2.7。为该名已呈现迷醉状态，完全无法应答，
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车开甲摇摇摆摆，一直偏向对向的车道，车开甲拢表列啦，驾驶也唔知。40几岁姓陈的查甫人伫咧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附近，甲朋友做伙食饭啉酒。伫初十透早1点外，开车开到汀州路二段时阵，规个人忙叔叔，车就停伫咧路中。警察调查发现，有几多遍酒驾的记录。他们的病识感很差，他们不会觉得自己使用酒精已经有了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道德感也不够强，他守法的观念也非常的差。酒驾防治协会表示，敢若是酒驾的累犯，就占整体酒驾族群的4成，大部分拢是有啉酒啉甲调的问题。除了会加强戒烟的酒毒以外，道德感加守法的观念也会加强。记者综合报道。前瞻医生补助的工程小连续出包，伫新竹市的关埔国小的停车场甲桃园杨梅区公所的新大楼，拢有地基铺较悬起来，地面无平的问题。汤市府就表示，这是地下水位比有故的搁较悬，施工错误随处理造成的。目前因已经加编3000多班的医生，要来改善。在咧做最后的整理，杨梅区公所新起大楼主体结构，去年9月完工，今年1月景观甲地毛才完工，搁摕到使用执照。顶个月28点交予公所，按算10月初启用。工程的态度看起来有袂少关关计计。还算好啦，我推小孩子出来散步了都是还算平整。地板呢没有很平了，不会很多了，有一点点的，有时候脚走路啊，老人家有时候走路是会踢脚。超过60年，杨梅区公所因为老旧、耐震系数不高，2019年5月原地重启，7亿8416亿工程经费，前瞻预算补助2亿1373万，其他经费市政府负担。不过，去年8月，卢比风台建筑物铺起来个粗气上悬，升悬45公分。当初在做这个地下所谓探勘的时候，便宜行事，因为原来有旧的区公所在，没有做详实的探测。市府表示，建物铺开做显示，侦探报告无实在加固地下水位，时间阶段发现地下水位比原本估算的关真济，却无及时补救。为改善问题，市府除了追加3680万预算补救，佮牺牲15个停车位灌浆增加载重，不过由于每年爱变的预算继续减少。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公路局为着要避免塑化改大货车排队等过磅引起事故，因利用 AI 技术快速测量大货车的重量甲长度敢有合格，而且会当自动比对欠税金的车辆。有过1个月会当省4000多公升的柴油，减少100多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大货车进入过磅站免停落来，拿到免磅通行证号就应直接通过，去塑化改比过去省袂少过磅时间。这台车是因为它没有经过上游的地道。交通部公路局改进塑化改过磅效率，用 AI 技术开发全国第一套快速过磅系统，用精准精准量测大货车重量长度是不是违规，也更主动比对欠税车，紧紧通知警方拿查举发，佮扣副牌。车子才刚进入磅台的时候，我们就会抓到它的车牌，马上做车牌辨识，所以它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这边就会显示，所以它还没完全进入磅台，就会已经显示它是免磅通行。过去大货车过磅，人爱停落来才行，那车一节开会出现排甲主线、地势塌车，甚至发生对撞事故。量测大货车长度爱用电筒，那过磅无准确，恐见增加大货车驶伫塑化改长磅卡的风险。新的过磅系统应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譬如说是35公吨好，它key到43公吨，那它是不是这台车就没有超载？OK， 那这个部分可以去弥补我们人工输入的这个样子的一个误差性，所以它完全是由自动化由 AI 去辨识我们车侧这样子一个数字。公路局初步系统上路了后，因为效率增加，每个月营收42971公升的柴油，差不多112吨的二氧化碳，相当1/3的大安新工程每个月应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系统也让公路局得到智慧财产局真侪项专利，除了方便大货车管理，更用保障塑化改赛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拼2050净零碳排目标，中央推动能源转型。经济部按算月底要公布离化风电第3阶段第2期的选项规则草案，就款团呼吁政府嘛要求厂商对环境甲社会约束，才会当保护环境、保障渔民。离化风力发电的工程施工的声音真大声，为着走向净零碳排，政府大力推动离化风力发电，提升再生能源的比例。但是离化风力发电工程会影响海中生物的生存环境，也会影响渔民掠鱼的工课。环保团体建议，在咧选工程厂商的时，也要把环境跟社会承诺列入评选。渔民一直处于听说要盖风场的阶段，让他们看到施工传来的时候才惊讶的发现，哦，原来这里要盖风场。我们也应该去鼓励我们的厂商去做一点，也许海洋富裕啊，在地的地方创生啊，绿能教育啊，公民的参与啊，社会的沟通，其实都应该把它纳进来。经济部估计要29月底公布离化风电第3阶段第2期选项规则草案。环保团体19召开记者会提出意见，或者也以所积累的经验积累，要有机制回馈当地社会，而且也要提供平台和大众评论。有一些community grant， 就它开始有一些基金，有一些可以回到地方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居民参与或者是地方的 NGO 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各地的 NGO 或者是个人其实都可以上这样子的平台，针对他们的这些风场提出他们的看法跟意见。渔业共存，减轻影响。环保团体表示，能源转型过程当中要落实公正转型，也就是每个人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拢要受到照顾。若是施工厂商通落实社会责任，参渔民这寡利害关系人有交流，也通避免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冲突事件。记者谢桂林台北报道。减碳是国际趋势，不过敢要用核能，一直都是真大争议。就民间团体气候先锋者联名呼吁总统参选人要表明核能政策的立场。因嘛认为应该要用核能来争做国内减碳能源。2020次总统大选也有4个月，要减碳敢应该用核能，这是各界一直在讨论的议题。支持核能的气候先锋者联名开记者会，呼吁这届的总统参选人爱签承诺书，证明国际趋势，甲核能来做国内低碳能源的一个选项，嘛要邀请专家针对核市场来做一个完整的检查。也那台湾公民也有权利了解，咱即马3座核电厂敢适合继续放，敢够有需要来换新的设备。核四还有目前我们台湾已经运转的这3座核能电厂，那这些电厂它到底能不能使用，或者是说它到底该不该延役，该不该有效益？那我想缴税的这些人民，我们是有权利知道真相的。气候先锋者联名指出，核能发电一年通生产600亿度电，安尼一年就会当为台电赚1800亿，减碳量定的是66000个大安新廉公园。发起人杨家发批评蔡政府所提的开发绿电，未互国家赚钱，拢互财团和民间电厂赚去，而且火力发电的占比以去年的42%外来讲，也阁伤悬，根本就无达成降低碳排的目标。不过要用核电，就要面对核废料的问题，伊认为照未来科技发展来看，是有机会阁通提来运用的。高阶核废料其实不能说是核废料，应该说是乏燃料，它在未来是可以拿来继续使用的，就是它有许多能量是没有被放出来，就是现在已经有技术了，有没有技术就可以拿用，只是成本比较高。因呼吁总统参选人应该爱了解国际上的能源趋势，像瑞典、芬兰、南韩都已经把核电列做低碳能源的发展，要求未来的总统参选人应该爱针对核能政策对外讲出立场。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伫咧联合国大会场边会谈，内容关注美中的关系，引起各界关注。美国白宫的国安会就表示，各项议题沟通拢算真顺利，不过伫军事议题方面也该拍拼。咱外交部嘛表示，会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嘛加强台美的伙伴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伫纽约联合国大会进行场边会面。这是8日礼拜苏利文甲王毅伫马耳他会谈了后，美中高层1礼拜来各一届会面，两个人拢讲到美中关系对全球的重要性。我记得当时我向国务卿先生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Face-to-face diplomacy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areas where we disagree, and also the best way to explore areas of potential cooperation between us. The world expects us to responsibly manage our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doing just that. 美中最近积极恢复沟通的管道，互看做是为年底拜习会铺路。不过，布林肯甲韩正谈话当中拢无明确讲到。美国白宫国安会表示，美中各项议题沟通拢真顺，即马敢若剩军事管道还咧拍拼。Miscalculation could lead to decisions that neither one of us want to see happen. Nobody's looking for conflict here, so we want to see those military lines opened up. 是我们也一直很密切的关注包括美中高层互动的情况。那在台美之间呢，我们也一直有很好的互信。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关注美中高层会面的议题，嘛会持续强化台美之间的同化关系。对中国外交部讲，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无存在海角中线。外交部提出反驳。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记者综合报道。互印度认定是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通缉的锡克教领袖尼加尔，今年6月伫咧加拿大被杀害。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即马就出来指控是印度的敌部伫因境内杀死公民，佮强调这款行为等于是侵犯到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嘛已经甲一个印度的高级情报官赶出境。针对今年6月有一位加拿大公民伫咧家己的领土上被杀害，加拿大总理杜鲁道10月伫咧国会表示，加拿大国安机构一直拢伫咧积极追查。根据掌握的消息显示，印度敌部可能涉案。Any involvement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e killing of a Canadian citizen on Canadian soil is an unacceptable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It is contrary to the fundamental rules by which free,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conduct themselves. 今年6月中，45岁锡克教领袖尼加尔伫加拿大卑诗省一间锡克教的寺庙停车场，互人枪击死亡。因为尼加尔在生的时阵主张，锡克族应该自印度的旁遮普邦独立出来，成做哈利斯坦国，和印度政府统治。加拿大锡克教的人口超过77万，差不多占总人口的2%。印度的人口有140万到180万。I think the wave of support that we saw post his death is just a small indication of how big of a stature Hardeep Singh had in the entire Sikh community internationally. This thing, it shook the community across the entire world, including in Punjab. Before us growing up, we always heard stories that as in like this would happen to you if you were in Punjab, that if you spoke ou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at you c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已经拘捕印度驻加拿大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杜鲁道伫咧这个月说G20峰会，甲印度总理莫迪见面的时阵，有讲到这件代志。不过，印度政府也对加拿大纵容印度的分离主义人士伫加拿大活动正不满，和两个国家的关系愈来愈倒退。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英国的喜剧演员罗素·布兰德，被人指控伫7档内操打4位女性。虽然伊本人是否认这件代志，不过伦敦的警方有收到一份具档案的报告，即马已经开始调查这件案件。即马，布兰德准备要开的演唱会就要延期。伦敦大都会警察局是电媒体调查公布喜剧演员罗素·布兰德涉案性侵的报告。布兰德否认犯行了后，收到一份2003年具档案，被媒体逼出来还佫加查3年。警方无透露这份具档案涉案人的名字，表示咧甲这发言人联络，佮提供协助。具档案出现时间点甲布兰德的艺人身份，这时阵逼出来真敏感。I don't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you need to see the evidenc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I doubt it somehow. In my heart, I don't believe it. I'm not going to stand by a man, no matter how much you might like some of the things you see. 罗素·布兰德16日伫伦敦有一场演出，伊涉嫌性侵的消息也爆出来。3间英国媒体调查报告指控，伊伫2006到2013年7年之间，强暴性侵甲精神虐待4个女性。The relationships I had were absolutely always consensual. I was always transparent about that then, almost too transparent. And to see that transparency metastasized into something criminal that I absolutely deny.
一间家庭经纪公司甲一间出版商已经放弃该合作。布兰德今年48岁，甲美国歌坛流行天后凯蒂佩瑞有一段将近2年婚姻，相关指控互英国娱乐界面临质疑。布兰德的不良行为是不是因为伊伤过有名才刷去？公布调查的媒体之一《泰晤士报》10日表示，有更较侪女性甲因联络，提出同款的指控，会严格查核事实。英国首相苏纳克发言人表示，这个指控非常严重，互人烦恼。女性甲民权特别委员会主席诺克斯要求英国甲美国警察调查这个互人无法度相信的指控。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拍超过当半，也未收煞，互真侪基础建设拢受到破坏。乌克兰当地嘛是哪烧战哪里重建，想要互人民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这重建的脚步是爱直直向前，袂当打动。公司台记台采访团队特别带大家来行到战争的前线，了解因的重建之路。战争超过当半，而且乌克兰的东部、南部犹原战事冲突不断，不过这些所在拢已经会当正常生活，开始重建的工作。加入基辅、加利沃夫这个大城市的市中心，民众伫街仔路散步，店头嘛正常的营运，艺术表演活动嘛照常演出，气氛并无当初强轰炸时阵遐尔紧张。虽然伫乌东甲乌南的前线，目前也拍拼伫反攻当中，不过乌克兰政府甲民间单位嘛早就已经开始进行重建的工作，亲像战争的初期，拄到大屠杀的布查市，市区的建设嘛小连续开始重新整理甲修复。Після того, як моє місто було звільнено нашими збройними силами, як після великого пограбування, якщо хочете, навіть після гвалтування, хочеться все змити, прибрати, щоб нічого не нагадувало, тож так само і містяни мого міста. 喺烏克蘭南部前線附近嘅城鎮，因為地理位置甲距離等等嘅因素，表示常常拄到轟炸進行，重建嘅速度就無法度真緊。原來北口羅西亞軍方佔領6個月赫爾松，這離基輔真遠，不過卻是離危險真近。就算為去年9月、10月，小連續叫烏克蘭軍隊收復，不過赫爾松嘅居民到今也無法度行出創傷。Ну, я не згодна з цим, тому що в нашому селі дуже багато людей хочуть повернутися додому, але не можуть, бо нема куди. І ми своїми силами намагаємося відновити це все, але коштів на це в нас немає. 在世界各國協助之下，烏克蘭當重新站起來，為外國送入來資金和資源，啟動社會協作項目，確保關鍵基礎設施會當正常運作。戰爭雖然奪走人民的性命，不過烏克蘭人化悲傷為力量，勇敢捍衛民主的自由和價值。You know what we learned over some time? The freedom is not free, but once you fight for it, you can win it, so then your kids would not have to fight for it. And this is why it is so important for us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would not be fighting this war.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win it once and for all. 一台一台的战车，等是伫个基辅的独立广场，就亲像人民伫甲罗西亚讲，阮永远袂放弃，阮会得到胜利。记者吴丁武、林建如乌克兰采访报道。镜头转来看国内，伫台南市正出名的台东夜市，即马要分做2区来经营。台东夜市含新的台东东夜市，拢小正要大型恢复营业。不过因为因拢还未摕到营业许可，所以拢互市府市长处甲因主动排单开罚单，开罚单。若是搁伫遐咧排单，无排除要甲因断水电处理。目前是违规营业的状态。请各位摊商朋友，就是不要营业。18下晡4點外，台東東夜市開幕的第一天，市場處的人員當佇咧出入口阻止單排單。台南市的台東夜市拆做2區，由無共業者經營。頂禮拜台東夜市開幕，2個夜市啊攏搶要排單。對市府來講，這2個夜市啊攏是新開的，佇也未摕到營業許可進前，攏是違法營業。據我們台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的規定，其實它是屬於一個新夜市，它是不能營業的。後續如果攤商這邊還有這個夜市，後續如果有這個營業的事實的話，
那我们会依据我们摊贩管理自治条例来做开罚的动作。当场就开出罚单，市场处强调，若无改善无排毒会切断水电。不过对大家来讲，为着生活无法度，业者强调会尊重市府的作为，建议市府加强辅导，让大家会当生存，会紧让营业执照许可通过。若有欠缺的所在，是愿意全力配合。这可能就是管理委员那边他们会自己去处理啦，我们这边也无能为力啊。无符合我，你就莫互伊标啊，是不是安尼？啊，你可以互标，你就讲不符合我啊。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也有尽快马上就送件这样子。市场处强调，已经收到2篇业者的申请文件，不过也未进入委员会排审。若也未摕到营业许可执照，坚持做生意是违规的行为，抓到就会当罚1万到5万的罚金。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来关心社岛开发的争议，自救会诉求透过改图禁建推动小规模的都更方案，希望会当保留聚落的文化，会当推动开发。不过，立委就调资料发现讲，伫遮的买卖土地当中，在地地主敢若买到无到3成的土地，其他超过7成拢互外地人买去啊。批评建商财团炒土地，无顾到居民的生存权益，阁有社岛的开发用意。反财团，炒地皮，社子岛自由会杨秋邦化教后表达诉求，因讲2019年了，伫咧郝龙斌、郭文铁2任市长连续提出开发案的计划，社子岛的土地交易数量、面积大幅度提升，炒地皮的情形正严重。它虽然只是300多公顷，可是你放任这些财团在炒作土地，这个开发如果刻意这样执行的话，我们也变成流浪汉了。买卖取得的当中有112公顷的土地当中，有7成是被这些炒家给买走，1坪的农地已经炒作到30万。大家没有听错，全台湾最贵的农地就在社子岛。李伟指出，伫即款买卖甲拍卖所出得的土地内面，在地地主只敢若买到29.96趴的土地，毋是社岛的地主是买走超过7成。建商加财团的开发利益已经超过居民的生存权益，违反社岛当初的开发原意。希望社子岛应该爱铁会重新检视，唔当互社子岛变做另外一个苗栗的大波案。市政府跟社子岛居民沟通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那我也有把握，在我们整个区段征收的过程中，那不管是针对这个聚落的保存、合法建物的保留这个部分，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案。前台北市政府发言人陈志涵回应讲，当地有2派无同的声音，一派是希望赶紧开发，另外一派是希望暂缓开发。迄当阵的台北市政府地政局一个土地开发小组已经认真去了解居民的需求。若是甲开发顶当是维护建商的权益来做回讲，这也是政治操作。记者综合报道。伫社区内底自助洗衫店是真方便，愈开愈侪间。不过，这对于住伫附近的民众来讲，这洗衫、烘衫的机器暗时的噪音实在真困扰。为着要减少暗时噪音的问题，高雄环保局最近要针对暗时噪音，互人发上侪惊的汽机车、营建工地、佮有洗衫店，要修法扩大噪音的管制。环保局人员伫自助洗衫店内底稽查洗衫、烘衫的机器噪音敢有超标，因为对部分民众来讲，即寡声音暗时会交叉着休困。高市环保局最近准备修正扩大噪音管制，未来徛街区的洗衫店暗时10点到透早8点，袂使洗拖甲烘衫裤，但带上混合也是工业区无限制。对我们出外的来讲，有时候我们10点之后才有空，因为你早上可能办事情。有些住户他有需要啊，他跟我。但是有些上班族他没有时间了。衫裤放入去烘衫机内底，自助洗衫店非常的方便。民众认为，若使用时间受限制，对上班的人无啥友善，建议照个别店家噪音敢有超标来管制。但若洗衫，根据统计，高雄噪音开发以汽机车623件上侪，第2就是营建工程103件，第3是洗衫店7件。机动车辆不得使用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的排气管行驶于道路上，减少这个噪音扰民的情况。
工地时间、管制时间虽然无变，但要加严装隔音布顶、噪音防治的措施。违反的人会以噪音管制开罚3000到3万不等的罚款。相关扩大管制的措施，环保局最近嘛会报请环境部来核定，等核定了后，就会公告实施。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花莲县政府开8000万设置智慧公车站牌，为今年4月启用到今。不过最近常常出现荧幕歹去、时刻表唔对，也是公车慢分等等的问题，等到引起在地民众不满，呼吁政府得要赶紧来改善。花莲市地群庙头前的公车站，白色的智慧站牌，荧幕规乌的。要坐车的民众嘛无纸本通看公车的时间表，这个老伙仔干那会当一直徛伫遮等公车。这个智慧站牌一点嘛都无智慧。有的人会等1个小时呢，最好是贴那个时刻表，有没有？贴起来就我们比较老人家比较看得懂。所以基本上这个对你们都没有用。伫车头附近，智慧公车站牌荧幕虽然正常，不过车帮的资讯无更新，扫 QR code 嘛无内容，部分车帮慢分真严重。时代力量讲，3个月前都已经向管府订正各项的缺失，不过所拢无改善。这个是8000万的智慧站牌才刚启用刚验收通过就发生这样的情况，误点。那我们有一个误差值，但是误差值到1个小时以上，这真的是非常的夸张。管府解释处表示，今年6月接到订正了后，需叫厂商爱修理更新，400多台智慧站牌拢已经修理好，系统若受故障，民众买单协助，向管府1999来通报。有定期他在做这些设备的巡查，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今天譬如说我今天巡查南区，结果是北区的坏掉，所以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一些就是民众热心的、直接的跟我们反馈，我们才有办法用最快的效率来进行处理。另外，智慧公车站牌因为天气烧热，而且整体的设施温度有到50-60度，加上风台等等环境的因素，敢是会造成系统故障。管府讲会搁请厂商清点了后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香蕉这几冬拢拄到出产过量的问题，各界拢咧想办法拓展销路。其实叶未黄的青香蕉嘛是真营养。今仔日高雄参旅大学得甲农民合作，将青香蕉摕来做料理，希望会当改变民众对香蕉敢若是水果的印象。豆子将切好香蕉底边一过了后，顶面是放假巴包起来，就先做一道意国的青香蕉水饺料理，也佮有特定的料理，有鸡卵糕、顶盘、汤等等菜式，都是用青香蕉来入菜，因为青香蕉有抗性淀粉，食起来口感亲像马铃薯，也真有营养。因此，高雄参旅大学总铺师是将青香蕉做成各种无同异国料理，让大家来介绍青香蕉的好处甲营养。这几年来，新常常拢会拄到香蕉盛产，盛产的时阵就拢去化。我一年辛苦就搁无啊。今年我开始做绿椒坚果的开发，到今年9月，阮做香蕉贡丸、香蕉烟尘。其实你想，绿椒若用做，咱若用做绿椒料理的时阵，是毋是？咱的用法就做一种的，袂干那是水果尔。台湾一年四季拢有香蕉，不过香蕉成熟了后就恶啃。屏东一位青农倒来故乡投入香蕉的种植，嘛开发青香蕉料理，配合香蕉会当有无同的出路。绿椒我们讲它就是抗性淀粉，其实对现在来讲说是一个健康食物。那其实透过这个烹调法，增加它的风味，让大家可以更接受这个食谱去行销，那也可以解决蕉农或者说在地这个可以让它欣欣向荣延续。台湾香蕉上大产地伫屏东，全年拢会当生产。不过大家拢把香蕉当作是水果，所以唔知影青香蕉营养甲料理的方式。未来学校嘛将食谱公开，嘛协助农民拍开青香蕉的销路。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北市教育局为着特教学生举办艺术展览，展示115件作品，佮有选出优选，也佮有特别奖。特别邀请到特教学校佮带来音乐佮舞蹈表演，希望会当鼓励特教的学生展现才华，嘛，互愈侪民众看到因无限的创意。平时没办法看清楚星星和月亮的我，花了1个学期，老师教我用画笔画出抬头看天星的景象。安平今年18岁，虽然目睭弱视，无法度看清楚月亮甲天星，不过也是会当用真显目的色彩，呈现出伊想象当中的场景，摕到特教生艺术联展的优选奖。4只昆虫，还有很多的叶子。
1、2、3、4、5、6、7、8、9只，还有花1、2、3、4只可以用蓝色的水彩，还有这个奇异笔，还有这个彩色的画。详细小解画作当中有偌济藤拖、花、叶啊、甲天星。文山得到学校的学生得悉，同款摕到今年度的优选奖。伊用真野的色彩画出伊介意的藤拖，展现出伊对各种事物有路的观察。特别会观察细节的，或者是他对于色彩是非常敏锐的，那或者是他是能够看到物体观察后，能够非常大胆，而且是具有特色的把它再现在画纸上的。好，我们就会尽量给他空间以及充足的时间。台北市教育局为特教学生举办艺术联展，展出4间特教学校甲一般学校，拢总115件作品，嘛评选出17件优选、4件特别奖。希望让更加侪民众会当看到特教学生因独有的创意，鼓励因展现才华，找到自信。记者综合报道。53连奖创立到今已经45档，计共颁发予60个作家文学奖。53连基金会伫2021年申請着補助，訪問11位75歲以上捌得獎的作家，即馬出版53連獎文學家的故事，要甲一寡作家的人生甲文學作品當中記錄落來。53連獎自1978年創立，一屆一屆得獎者等於是鄉土文學論戰以後的台灣文學史，愈來愈濟資深的作家逝世。53連獎基金會按2021年開始去訪問超過75歲以上的得獎作家，第一階段先甲11位作家的作品和故事出版政策。把這些得獎人的故事編繪成冊，因為有各位的作品跟創作，把台灣的藝術界推升到更高的層次。那也豐富了台灣的歷史跟文化。在這屆出版的53連獎文學家的故事當中，有第一屆的得獎者陳玉熙，也包括工人文學的先驅作家楊清竹。伊唔那寫小說投入黨國運動，嘛因為感慨台灣人哪來哪袂曉講台語，發起台華雙語教學運動。在1992年出版《台華雙語詞典》。另外也有大家攏正熟的鄉土文學家高升，也閣有用攝影和寫作關懷成台灣楓葉保護協會創辦人徐仁修等等。受到疫情的影響，前後3檔才完成，其中白手今年初過身，也那是認真形態是身體欠安無訪問到。林亨泰先生哈，也就是我父親，因為他是在2017年的時候就是獲得這個53連獎哦。那這次的這本書呢，就是訪問了過去的這個得獎者哈。那所以當然當中也應該是包括我父親了哈。不過因為去年因為還在疫情的關係，然後他年紀也大了，所以就沒有收錄他的這個部分。基金會希望透過這本冊，會當保留珍貴的台灣文學史料，鼓勵未來的文學創作者。記者盧尚如、謝桂林、張玉瑞台北報道。有一款用馬賽做的咖啡，也就是麝香貓咖啡，是真出名。不過大家敢知影，伫巴西有一款鳥仔賽咖啡，嘛是真高級。伫巴西國內1公斤就會當賣到台票7000塊，那賣去到英國倫敦的高級百貨公司，是會當賣到54000塊。這是巴西東南部的卡莫辛咖啡莊園，也是巴西第有鳥類烏卡提加的棲息地。真正咖啡的人甲烏卡提加建立特殊的連結，合作產出巴西真特別的鳥仔咖啡。Só que melhor você vai achar mais assim entre os trocos, porque se você for caçar entre as folhas, geralmente você pisa em cima, então demora muito se achar. Então se for nos tocos。烏卡提加原本互種族人頭殼真疼，因為伊的體型真大隻，唔來食了做肥，也會破壞胃裡。伊嚟到咖啡莊園的主人去一逝1年，對香料咖啡得到靈感，有時互正經食的烏卡提加食到莊園內底上好咖啡豆仔，因放出來更加是精品。Jacu gosta muito de ficar nessa região porque é uma região que é muito protegida, é uma região que é orgânica, é uma região que é biodinâmica. A gente não usa química, não usa produtos transgênicos, não usa nada. É 100% natural. Então o jacu está dentro do habitat natural dele mesmo. 因為每年產量有限，鳥屎咖啡自然真稀奇、真貴。伫巴西國內1公斤賣224塊美金，超過台票7000塊。出口到國外繼續更加驚人，像伫英國上高級的哈羅德百貨公司，1公斤能賣到1700塊美金，大約是54000塊台票。Muito curioso a história do café, o processo de colheita, tudo. Muito curioso.
椒菜咖啡听讲口感甘甜，有一点点啊杏仁腰果的香气，风味特殊，加上趣味的制作过程，让这款巴西特有的咖啡受到全球未少消费者喜爱。公视新闻江梅编译。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下半部，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8度至35度，中部地区29度至33度，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东部地区28度至32度。搁有外岛地区27度至3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